當有耐心地同病人講話，也個先生當有耐心地同病人講話，也個先生當有耐心地同病人講話。這位醫生非常有耐心地聽病人講話。這位醫生非常有耐心地聽病人講話。這位醫生非常有耐心地聽病人講話。討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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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討論。母親節愛去哪些？俺哋來討論一下。母親節愛去哪些？俺哋來討論一下。母親節愛去哪些？俺哋來討論一下。母親節要去哪裡吃？我們來討論一下。母親節要去哪裡吃？我們來討論一下。母親節要去哪裡吃？我們來討論一下。資格，資格，資格。資格，資歷，條件。資格，資歷，條件。資格，資歷，條件。佢成績以後，鼓手有資格保送讀大學。佢成績以後，鼓手有資格保送讀大學。佢成績以後，鼓手有資格保送讀大學。他成績相當好，所以有資格保送念大學。他成績相當好，所以有資格保送念大學。他成績相當好，所以有資格保送念大學。專業，專業，專業。專業，專業，專業。老妹當校主席，也咪係假專業。老妹當校主席，也咪係假專業。老妹當校主席，也咪係假專業。妹妹很喜歡烹飪，這也是她的專業。妹妹很喜歡烹飪，這也是她的專業。妹妹很喜歡烹飪，這也是她的專業。食飯食到尿呢？冇解啊！唔是咋唔啲啦，老李先生去傳堂食飯有啲。怎麼？你夫人是有？哎呦，李先生做係較規範，較老實。等你咩來咧？乜解啊？啊，結果咧，結果咧？啊，這個。你冇騙哦！阿公，你發生乜事情了？請給我的零食，謝謝你。好。我要那個巧克力口味的，不要草莓的。你哪是轉來啊？電筆打咗，我哋未看到嘅。這下才時間。